台灣地溝油攻陷22縣，中招點解讀好？台灣地溝油風波越揭越大，當局尋日公布最新名單，台灣22個縣，除咗金門縣之外，全部淪陷啊！呢話聲咧，啱啱食完嗰間都中咗招噶啦。根據台灣食品藥物管理處統計，235間業者曾經採購5萬幾桶強冠企業用地溝油整成嘅傳統香豬油，其中有77間確認用咗有問題嘅油，已經封存咗8000幾公斤，其餘仲查緊㗎。受影響嘅知名廠商包括上市公司味全，仲有喺香港都有分店嘅85度 C 同黑橋牌。部分地溝油用嚟整香港人最中意買嘅手信、太陽餅、豬肉鬆等等，有唔少仲流入高雄、台東、新竹等地嘅夜市添啊！有業者估計啲黑心油一早俾客人食咗落肚咯。死啦！有台灣醫生話，長期食地溝油可能會引發急性腸胃炎，仲會增加心血管疾病、腸胃同埋肝腫瘤風險。我唔想咁快死啊！醫生就話，只要飲多啲水同食多啲菜，加速新陳代謝，有助排出毒素嘅。以後買油之前揀啲清澈透明、冇沉澱物嘅。如果滴兩滴喺手，見啲顏色濁啲，冇咁好聞，質地都黏啲，就好可能係劣質油嚟噶啦。